呢個就犀利啦！你睇下呢碗清甜嘅椰子雞湯，由福田紅到成個深圳，連香港客都拖住行李過嚟食。即刻睇下點樣用一煲湯征服大灣區嘅食家。深圳潤完4季16年人氣爆燈嘅椰子雞神話，香港人都一定要過嚟打卡嘅殿堂級食府。究竟點解佢嘅椰子雞可以成為頭牌，仲被封為深圳地標菜？就係靠住滋補養生，一路喺呢個賽道遙遙領先16年。如果你去到唔知要點啲乜嘢，聽我講，直接落單佢哋嘅推薦套餐組合。呢個係深圳美食地標嘅人氣套餐，食過都話正。自家有5萬棵以上嘅椰林，用泰國金椰加海南青椰嘅黃金比例，一碗湯甜過初吻，用6分鐘沙漏到手，先飲一碗穿越椰林嘅清湯，再點呢碟靈魂三寶：沙薑香氣撲鼻，醬油提鮮，清檸解膩。一啖落去，鮮啊！即食嘅一定要叫埋臘味煲仔飯，泰國香米吸盡臘味嘅精華，飯焦脆過薯片，同椰子雞組成 CP， 甜鮮味撞上油香。呢個周末約埋班朋友去嘆個養生局啦！